接下来看阅读测验的第二种题型，篇章理解。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遇到这种类型要先看题目及选项，再来看这篇文章，从文章中找出关键词汇、语法等等线索，最后选出正确的答案。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，先看题目，再看文章。题目一，本种地图作者亲上世界係乜界？一、范書入。二、喊強嗎？三、隨布亂。四、長咪盤。題目二，這兩項題做乜界會強下入學？有及強版。一、這條係宋寶倫。二、不可生發下苦。三、圖書界路下人。四、兩項題感情好。看完了题目选项后，再来看文章。記得我圖書界世界，我個係老我強下入學，有格強版。不過佢比我大2歲，因為是學校嘅山路當然，附近未冇圖書館可強下去。阿爸講佢一下冇盼一個行山路，將會等到我兩兄弟有盼，將強下去讀書。開學今日嘅早先，我一行倉就看到阿妹出做下煮菜，準備我掉嘅盤豆子，添到將煮好燒碌碌嘅番薯盤，還有炒番薯肉、撈鹹薑媽。看到一條菜撈特別時嘅冇乜嘅醬茶，後頭還有見到香撲撲嘅菜脯卵，不過還係食唔到長米盤。這樣是貴山都嘅人，生活都差唔多係安樣，難怪這路人會講，要賣唔好嫁到泰山背，上家都在，下家都背，是番薯幫鹹菜。就是講我也為嘅生活易艱苦。看完了文章以後，我們來分析一下題目。第一題，本種地圖作者親上世界係乜界？文章第一段的後面，我們有線索：飯書入、撈鹹薑媽、吹布倫，這些都是阿妹在準備的菜。作者卻說唔過還係食唔到長米盤，這句話我們就知道他想吃長米盤。答案是4。第二題，這兩項題做乜解會強下入學有及強班？兩兄弟為什麼會一起入學，又在同一班呢？一，這條係宋寶倫，他們是雙胞胎，文章沒有提到他們是雙胞胎哦。二，不可生活下苦，家境不太好，生活很苦，這跟問題沒有什麼關係。三，讀書界路下人，文章有提到，因為去學校改善路當然，附近未冇讀書盤好強下去。阿爸講起日生日冇盤，一個行山路，將會等到愛兩兄弟有盤，將強下去讀書。去學校的山路太遠，也沒有別的同伴，爸爸希望他們作伴一起去讀書。四，兩兄弟感情好，文章沒有提到，因為他們感情好才同班，所以選3才對哦。